大家好，時事炒飯，我係 Jackie。美國喺拉美對委內瑞拉嘅軍事行動仲未開幕，結果咧喺非洲咧先開張嘅。可能大部分人咧好多都諗唔到嘅，美國咧突然間喺尼日利亞嗰度動武，就聲稱啦話打擊尼日利亞嘅伊斯蘭國恐怖分子。又係恐怖分子啊！美軍非洲司令部好快就確認，就話海軍按照總統嘅命令，對尼日利亞西北部將索科托州作為目標發動打擊。今次行動使用嘅就係海軍驅逐艦發射嘅戰斧巡航導彈。美國官方嘅措辭咧就強調用致命啦同埋斬首作為報導嘅，並且係宣稱多名重要嘅恐怖分子已經係被清除啦。從官方嘅用詞到去武器嘅型號，然後最後到戰果嘅表述，美國係好努力塑造一種精準、高效同埋唔可以避免嘅反恐行動形象。扣咗委內瑞拉現政府係恐怖分子嘅帽子之後呢，而家又去講話，因為尼日利亞入邊有伊斯蘭國恐怖分子，咁美國呢個正義警察呢，就要去反恐，同埋要保護當地嘅基督徒。所以佢哋要入到去尼日利亞去消滅佢哋。一個主權嘅國家可以隨意俾美軍入到嚟所謂嘅反恐，可以話真係好侮辱嘅。其實美國呢個動作呢係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呢係有多個政治目的嘅。其中一個原因呢就包括就想搶佔中國喺非洲嘅利益。大家一定要清楚呢一點啊！美國所做嘅一切都係為咗美國嘅利益。呢個係基本嘅邏輯。如果你連呢個都唔知嘅話呢，我勸你呢就唔好再睇咩國際政治啦。可能呢個話題呢唔係好適合你。呢件事呢就發生喺呢個聖誕日嘅，即係12月25號啦。特朗普啊選擇呢一日對尼日利亞西北部發動軍事打擊。美國就話呢次行動呢係應尼日利亞政府嘅請求，目的就係針對伊斯蘭國恐怖分子嘅精準反恐行動。呢個應邀尼日利亞政府嘅請求呢，最後係俾美國官方呢係刪除咗嘅。咁點解會咁樣呢？咁我一陣間會再分析俾大家聽噶啦。如果你相信美軍呢個行動係真係為咗保護基督徒或者係打擊恐怖主義，咁你可能呢真係比較天真啦。我哋必須要一定要清醒咁睇到，美國呢次軍事行動表面就係反恐，實質上呢係一場圍繞住能源、關鍵嘅礦產同埋非洲戰略主導權嘅地緣政治博弈。首先從時間嚟睇呢，呢次空襲呢絕對唔係臨時實施嘅行動嚟嘅。自從喺上個月，特朗普多次公開指責尼日利亞政府呢就放任極端組織屠殺基督徒，並且威脅如果唔再採取行動，將會停止每年大概5.5億美元嘅援助，甚至係進行軍事干預嘅。而啱啱呢個時候呢，尼日利亞國內兩個最主要嘅經濟戰略動向呢，就引起咗美國高度嘅警覺。第一個就係尼日利亞煉油嘅能力呢，正在能夠自給自足。作為非洲最大嘅產油國，尼日利亞呢長期依賴進口嘅成品油，因為佢哋本土煉油嘅設施呢非常之老化。咁佢哋大量出口咗原油之後呢，又高價回購翻啲成品油。但係喺今年，由於中國企業參與建設呢個丹格特煉油廠，而家係差唔多全面咧投產㗎啦。估計每日咧能夠生產65萬桶嘅原油。一旦開行馬力嘅話咧，唔單止可以滿足到尼日利亞國內嘅需求，仲可以出口到西非其他國家，甚至係歐洲嘅市場。咁即係意味住尼日利亞將會係擺脫對西方石油公司嘅依賴。咁樣係會削弱歐美喺非洲能源市場嘅定價權。第二個經濟戰略嘅動向呢，就係尼日利亞嘅稀土同埋關鍵嘅礦產已經係加速咁開發㗎啦。尼日利亞呢擁有豐富嘅鋰啦、石啦、氮啦同埋鋰呢啲關鍵嘅礦產資源，尤其是係位於喺中部嘅高原州同埋納薩拉亞州嗰度嘅鋰礦嘅儲存量呢，係位居非洲嘅前列嘅。隨住全球嘅新能源同埋半導體產業對稀土同埋鋰資源嘅需求激增，咁尼日利亞正在加快同中國啦同埋俄羅斯等國合作開發，尤其是係中國嘅企業已經喺尼日利亞
嘅礦產方面投資咗13億美元。咁呢樣嘢當然係對美國喺非洲爭奪資源呢係受到好大嘅影響嘅。咁所以今次美國以反恐嘅名義發動空襲，實質咧借機會施壓尼日利亞政府，利用武力喺佢哋嘅能源同埋礦產政策上爭取更大嘅話語權，逼佢哋喺中美之間咧選擇美國。更深一層嚟睇咧，呢次嘅行動咧係美國最新喺非洲戰略嘅關鍵一步。近年嚟，隨住中國喺非洲基礎嘅建設，喺能源同埋安全等領域上邊深度咁參與，美國喺非洲嘅影響力咧持續下滑嘅。喺上年咧，美國已經係被逼喺尼日爾嗰度撤軍噶啦，咁標誌住咧佢哋收縮緊喺撒哈勒地區軍事嘅存在，亦都標誌住咧美國喺非洲嘅影響力咧進一步下降嘅。與此同時咧，中國同埋尼日利亞嘅防務合作就不斷咁深化。而家尼日利亞軍隊咧，佢哋好多嘅裝備咧都係中國製造嘅武器系統嚟嘅，包括係 JF-17 梟龍戰鬥機、翼龍2無人機同埋 VT-4 主戰坦克。喺2023年嗰陣時咧，尼日利亞軍方咧已經公開使用翼龍2無人機咧，就精準打擊呢個博科聖地嘅武裝，亦都展示咗中國裝備嘅實戰效能。面對住中國喺非洲安全事務之中咧，就日益活躍，美國真係有啲睇唔順眼噶啦。咁所以呢次空襲咧，美軍就選擇從基內亞灣發射呢個戰斧巡航導彈，而冇動用到部署喺科特迪亞呢個 MQ-9 無人機。其實就係想傳遞一個強烈嘅信號，就係美國要展示佢哋喺遠程精確打擊嘅能力，同埋要展示佢哋喺非洲嘅軍事影響力咧係唔可以代替嘅。咁所以美國係順勢介入，以反恐為由，行戰略壓制之實，即係話美國想喺非洲想用最少嘅軍事力量嚟達到最好嘅威懾效果，從而對沖中國喺非洲嘅影響力。今次嘅事件咧，值得注意嘅就係，雖然尼日利亞政府外交部咧就承認同美方安全合作同埋情報協作，但係強調呢個行動咧係基於結構化合作框架。咁即係證明喺某個程度咧，尼日利亞政府想喺中美之間咧尋求平衡嘅，即係兩邊都唔想得罪。咁點解美國自己先前所講嘅係受尼日利亞政府邀請而實施呢個行動嘅，但係後嚟咧又將呢個信息咧就刪除咗佢。我估計呢個就係因為尼日利亞咧係被逼嘅，而美國咧係想將呢件事做成尼日利亞政府邀請，點知係俾尼日利亞政府交涉咗之後咧，美國只能夠立即咁刪除咗呢個邀請嘅信息。咁樣真係篤爆咗美國本身呢件事咧就唔係尼日利亞政府去邀請嘅，咁所以美國為咗面子咧就刪除咗佢。咁當然啦，美國係好希望借呢次機會咧打破呢種平衡嘅，就逼尼日利亞政府喺安全上邊咧更加依賴美國，從而切斷佢哋同中國喺戰略嘅資源領域合作。咁所以今次美國嘅軍事行動咧，其實就係不請自來，尼日利亞政府根本上就冇邀請，同埋唔需要嘅。呢次軍事嘅行動咧，仲帶有強烈嘅美國國內政治嘅考慮嘅。特朗普喺上年嘅大選之中，將福音派基督徒視為核心嘅票倉，而美國右翼勢力長期就渲染咗尼日利亞嘅基督徒遭受到迫害嘅事件。有幾名嘅共和黨參議員呢，更加係推動將尼日利亞列為呢個宗教自由特別關注國。就喺今年9月，特朗普政府嘅正式依據《國際宗教自由法案》，對尼日利亞呢已經係實施制裁噶啦，亦都係為今次嘅軍事行動鋪路嘅。但喺事實上面呢，其實係遠比宗教衝突咧更加複雜嘅。尼日利亞嘅人口咧大概有咧就2.3億，穆斯林咧佔咗53%，而基督徒咧佔咗45%。宗教嘅衝突咧通常都係同土地啦、水源啦同埋族群嘅矛盾咧有關嘅。譬如喺尼日利亞嘅北部牧民，多數都係穆斯林嘅。同南部嘅基督徒農民呢，就時常發生暴力衝突。其實個原因呢，就唔係因為宗教，係因為氣候變化而導致咗資源嘅競爭，所以唔係單純嘅宗教仇恨所導致嘅。聯合國同埋非洲聯盟多次咁指出，
呢一類嘅衝突簡單咁歸咎於因為宗教嘅迫害，唔單止係失實，仲有可能激化對立嘅。咁當然啦，歷史上西方國家咧就喜歡打住宗教嘅名義去搶其他國家嘅資源。咁所以呢次應該咧亦都係美國試圖喺尼日利亞搶奪資源嘅一種藉口。特朗普選擇喺聖誕夜發動攻擊，正正係為咗國內政治效果嘅最大化，既能夠兌現對福音派嘅承諾，又能夠塑造強人總統嘅形象，咁何樂而不為呢？但係問題就係呢種將國際反恐嘅議題作為政治工具化嘅做法，係唔單止無助於解決尼日利亞嘅安全困境，反而係可能會加劇到地區嘅緊張，引發更多平民嘅傷亡。但係喺特朗普嘅角度嚟講，只要對未來中期嘅選舉有利，對尼日利亞嘅傷害，佢完全係唔在乎嘅。咁我最後想講嘅就係，面對美國喺非洲嘅步步緊逼，中國係展現咗更強大嘅戰略定力。除咗係尊重呢個尼日利亞主權、平等互利同埋唔干涉佢哋嘅內政之外呢，仲通過一帶一路嘅合作，幫助到非洲國家提升自主發展嘅能力。而家喺尼日利亞，中國係唔單止提供先進嘅武器裝備，係用於反恐啦，更加係投資建設鐵路、港口同埋煉油廠等呢啲基礎嘅設施，係幫助到尼日利亞政府呢實現到經濟嘅獨立同埋發展。邊個能夠真正幫助到非洲國家擺脫貧窮同埋動盪，邊個就能夠贏到非洲嘅未來。美國一直靠軍事嘅威懾同埋政治嘅脅迫，或者係能夠一時得逞嘅，但係長期嚟講係冇辦法贏得人心嘅。以美國而家嘅策略，如果只係試圖用簡單嘅軍事打擊，就想喺非洲搶掠資源呢，根本係冇可能做到嘅。因為發展經濟呢，最終係需要到產業同埋人才去運作嘅。美國根本上就冇提供呢啲俾佢哋，但係中國係通過實實在在咁發展合作，正在建立更加公平同埋可持續性嘅中非關係。美國用簡單粗暴咁發射幾個導彈，能夠做到生意咩？係唔可能嘅，只會係激發更多反美嘅情緒。而美國喺全球嘅戰略收縮之下，今次嘅軍事行動就係對非洲資源同埋影響力嘅最後掙扎。大家必須要睇清楚啊！呢場嘅博弈嘅本質呢，佢唔單止係關乎到尼日利亞嘅命運，更加係關乎到未來世界秩序嘅走向。中國唯有堅持行自己嘅路，先能夠喺呢場百年變局之中呢，立於不敗之地嘅。咁當然啦，中國需要做嘅就係需要加快自己喺全球嘅軍事影響力，尤其是係同相關嘅國家呢多啲軍事合作，能夠保護到喺海外投資嘅資產嘅安全。我哋睇翻下美國近年嘅霸權，就從蘇聯解體嗰度計起，去到而家維持咗30幾年。點解而家美國霸權衰敗嘅速度係遠超乎我哋嘅想象呢？呢個就係因為盛極而衰。美國呢啲唔講道義嘅霸權，成日咁對其他國家剝削同埋脅迫施壓。當中國崛起嗰陣時，呢啲曾經俾美國霸凌嘅國家就會開始對美國有抵抗嘅情緒。美國號稱全球第一超級大國，竟然就走去搶劫幾隻郵輪。呢啲惡性行為嘅影響呢，係仲衰過索馬里海盜嘅。搶郵輪呢啲嘢呢，就已經搬咗上去聯合國安理會嘅緊急會議噶啦。咁喺會議當中呢，就俾中國同埋俄羅斯去譴責美國呢種行為。雖然美國政客係厚面皮啫，但係好多美國嘅人民呢，冇咁厚面皮噶嘛。咁如果作為一個美國人呢，應該係感到為特朗普嘅行為而感到羞恥嘅。而家嘅中美大國博弈呢，絕對唔單止係比拼力量，更多比拼嘅呢就係智慧，即係點樣利用政治嘅智慧同埋國家嘅實力一齊嚟達到更大嘅目標。喺未來呢幾年呢，我諗將會係出現大起大落嘅大變化，所以我哋一定要保持耐心，多啲去留意呢，就會理解噶啦。好，今集講到呢度，希望大家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你哋嘅留言呢，我會睇同埋回覆嘅。多謝收聽，拜拜。